在香港生活了將近20年，我始終覺得自己觀察的不是城市，而是一個巨大的集體心靈。它的速度、野心、壓力與沉默，都像是在鋼筋之間流動的心理能量。而在漫長的觀察裏，我越來越確信，香港是一座典型的孤兒原型城市，不是字面上的孤兒，而是一種未被承托、未被允許脆弱、未真正擁有情感之根的集體存在狀態。鋼筋打造的假家園，香港把安全感交給了樓。在香港，樓不是房屋，而是補償心理的容器。它承載的不是睡眠，而是安全感、身份認同、世代延續的幻象、對抗無根感的護符。這是典型的榮格式投射。當內在的根不穩，人會把力量投射到最堅固的外物上。於是30年的生命換一紙房契，家庭被隕石撕裂，孩子在昂貴卻情感稀薄的空間中長大。香港人最後擁有了房子，卻失去了能讓情感扎根的家。在狹小單位裏，真正匱乏的不是空間，而是情感的呼吸感。跨國母職與租來的愛，兩種孤兒的誕生。在高昂生存成本下，許多父母被迫把情感在場外包給外籍家政工人，於是出現了兩種孤兒。香港孩子被照顧，但沒有被真正承接。工人姐姐的愛是真誠的，但它是有期限、有契約，隨時可能被替換。這填補了生活，卻無法提供依附結構。孩子在物質保護下成長，卻在情感上像站在懸崖邊，害怕失去，害怕被替代，害怕不夠好。成年後形成過度努力、過度取悅、過度壓抑，無法依賴他人，深層孤單。這不是性格，而是集體心理結構。外籍家公為別人的孩子犧牲自己孩子的孤兒，他們把愛帶到香港家庭，卻把自己的孩子留在千里之外。他們的痛是香港匱乏的鏡像。香港人用金錢換時間，他們用離鄉換生存。兩邊都在為匱乏付出代價，兩邊都在為家忍痛。張國榮語錄者，香港情感真空最深刻的縮影。如果要理解租來的愛如何塑造情感底層，香港最深刻的例子就是張國榮語錄者家中同住的女傭。張國榮在童年失去母親在場，而錄者提供了他生命中最早的溫暖與依靠。但這份愛，像所有香港家庭的故事一樣，深情、真實，卻是非血緣的代償性母職。而最痛的一刻是錄者離開的時候，那一瞬間，張國榮童年的不被承托感再次被觸發。有愛，但愛會走，安全卻不穩，依靠永遠帶着終止日期。這正是香港無數孩子共同的心理藍圖。租來的愛填補生活，卻無法提供永恆性的依附。而這份失根感會伴隨他們走入成年，變成敏感、焦慮、過度努力和深層孤單。集體宿命如何轉化？真正的自由從停止投射開始。20年來，我看見許多家庭試圖掙扎，也看見少數人開始走向覺醒，用看見代替責怪。父母不是不愛，而是被高昂生活成本逼到心生恐懼。工人姐姐不是替代母親，他們也在承受心碎。孩子不是被寵壞，他們只是情感真空裏迷路。當批判停止，療癒開始。停止把安全感交給鋼筋水泥。真正的安全感不是房契提供的，而是內在自性的穩定。當內在扎根，房子就只是容器，而不是命運。
在家庭裏練習承載而不是投射，不用焦慮回應焦慮，不用憤怒回應憤怒，不用沉默回應沉默。當一個人願意先穩住內在，他會成為家庭系統的轉折點。這個人就是新一代的破輪者。當你願意扎根，一座城市也會跟着扎根。20年來，我看着香港人努力、拼命、壓抑、忍耐、逃離，再繼續努力。香港不是冷漠，而是太累；不是無情，而是太怕沒有資格去愛；不是不會連結，而是從未被好好連結過。而我最深的願望是，當你建好內在的家，外在的鋼筋就不再定義你。在你的生命裏，你把安全感投射到什麼上面？你的童年裏是否曾有被照顧但沒有被看見的感覺？在家庭裏，你最常用哪種方式保護自己？沉默、焦慮、控制，還是逃避？如果你覺得這個音頻對你有啟發和幫助，請點讚、訂閱、開啟小鈴，分享給朋友。下次再見。